好難想像有任何人喺任何地方會比埃及人用更加奢侈嘅方法去抵抗終有一死。國王神聖嘅陵墓會堆滿各種諗得出嘅奢侈品，陪佢通往死後嘅生活。有豹皮、鴕鳥嘅羽毛、象牙、珍貴寶石同出自努比亞高含量金礦嘅黃金。黃金係神明嘅皮膚。女神哈索爾以太陽做面，佢有一個女人樣，加上一對牛耳，同金一樣。黃金係永遠唔腐蝕嘅金屬，所以佢哋認定呢一種就係打造死後喪葬用品嘅一種完美物料。我哋睇到皇室成員用黃金嚟裝扮，而且我哋喺好多次一等嘅權貴屋企都揾到黃金物品。東部沙漠嘅金礦地區的確迫使古埃及人同埋古努比亞人延續已經建立喺文化上嘅密切聯繫，呢個係埃及放唔低努比亞嘅原因之一，亦係點解努比亞既吸引而又有潛在危險嘅原因之一。埃及同埋庫斯王國之間嘅關係係又親密又接近，而且競爭激烈。埃及人覺得受到努比亞威脅，於是就想自己控制金礦。科爾馬王國同埃及之間似乎有種好難搞得清嘅關係。呢個時候，埃及人將努比亞寫成卑鄙邪惡嘅庫斯，所以喺埃及呢邊肯定有好多怨恨。到最後，競爭引發衝突，並且以戰爭告終，結果令庫斯王國為期15個世紀嘅獨立統治正式完結。每當世界發展出文明嘅時候，自然會出現戰爭同殺戮，因為其他人想要你擁有嘅嘢，而咁已經成為文明史嘅一部分。公元前1500年左右，騎一隊小型艦隊嘅船頭，法老圖特摩斯一世率領大軍向庫斯王國開戰。圖特摩斯一世並非出自皇室血脈，佢曾經出任前法老嘅將軍，而且享負盛名，係令人聞風喪膽嘅戰略家。對埃及人嚟講，努比亞絕對係戰略重地。我哋睇到嘅係圖特摩斯非常堅決南下，而且仲洗劫咗科爾馬城。洗劫庫斯王國嘅首都係一大戰功。努比亞人出名係勇士同戰士，當時有好多故事講述數以千計不幸被困嘅戰俘以各種唔同嘅方式被處決。唯恐有人懷疑戰果，圖特摩斯將被擊敗嘅努比亞國王嘅屍體放喺船頭度，佢宣稱埃及係首領，而全世界所有人都係埃及嘅僕人。努比亞成為埃及嘅第二部分。第18王朝的確係埃及人喺努比亞擴張嘅時期。400年嚟，庫斯人一直喺埃及人統治下反抗求存，而埃及就透過收取貢品掠奪庫斯嘅金礦。喺埃及統治嘅地區以南，庫斯嘅皇室傳統得以幸存。當時整個努比亞都比以往更加全面咁融入埃及。努比亞得到一個影子政府，反映法老管治下嘅埃及。佢哋有位庫斯總督，即係所謂嘅庫斯王子，佢好似法老咁掌管努比亞上下。埃及人仲將自己嘅文化同神明帶過嚟。喺第18王朝，古埃及人已經喺努比亞起緊埃及神廟，敬奉神明。但係呢啲埃及神明對努比亞人嚟講，同本土相關。阿蒙400年嚟一直都係埃及神明中嘅主神。